发布会，要求全力抢救伤员，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工作，并对公交车发生的变形，而且里面呢座位里面的全部被烧焦了。我们看到了图片，应该是稍早之前所传回来的图片，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脱离公交车，应该说这个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是吗？没错，在现场的话，现在只有一部分刑侦的和公安消防的人员正在对现场进行处理。我们在地上看到的呢，大概有25个标牌，可能是公安刑侦部门用于标记什么的小标牌，有25个。现在受伤人数有没有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？这样，因为我们在现场的话，群众工作和善后工作组全力做好伤亡人员的救治和安抚工作，争分夺秒抢救伤员。要不然就这样子，我就先回把这个事做出。因为现在处不到就处不。也指示，并要求卫生部门马上在救护车、医护人员、医院等方面做好人员及物资准备。